中华店什么？没有啊，中华店跟我买着。我不会就把店出去。我无。烤金豆芽，烤金豆芽。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向过来，很专业嘿。冇跟住，冇跟住。你说个位度，你说个位度，得了，我来了嘛。没啦，没。不要了，不要勉强。我保安保护。哎，坐地下不行。坐地下不好。青色还是摆在这边呢？啊？摆这边。这比较高哈，它这样拍背景比较好。颜色比较深呐，哎，比较深。其实我们都只是拍到上半身而已，没有到全身。因为它是底下这里。底下我们说。哦，那正常。相信吗？去了谁啊？都不要动，可不可以叫他拿那个烟斗这样，手拿一下，稍微撸一下烟斗，累了是吧？老花了。我过来补的。来，我天掉了，对的。那只碎。我们等一下。我就知道。该行对，再来咋的？还没做好，差不多了，快了。我们对面吧。大哥，拿过一桶水先。得了，我们还在那嘛。像一诺的是刚才下一个位置。休息一下，给他运动一下，给他运动一下。这边可以走。樱花那个当背景，还有斑斓哦，那个就比较单纯一点。可以做永乐啊。如果你觉得那个他眼睛不过那个了，打一下闪光灯，可能会好。可以打一下，打一下闪光灯了，闪光灯不要用最强的。哎。哪个要比？一点啊。来。啊！我以前在那个竹东那边，什么那个？过一下，对不起。嗯。对不起啊。我这样拍，叫人家滚开。讲叫我啦，讲叫更加好啊。哇，好大！我猜他三位数。不会啦。嗨。蜘蛛丝要注意哦，哎，蜘蛛丝注意哦。正过去啊。哎，就带两鬼的。叫他们来，就故意不要，就给他按手心上盯着。休息啊，休息。像你弄的，不是。做那个要看他要什么姿势才好呢？
休息可以再加那个。没错，拍了几百张。